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，23节到24节。以赛亚书第44章第1节到第5节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唯一的拯救。基督信仰的基础是2约，当然就是旧约跟新约。旧约的内容是10诫，而诫命的第1诫就这样提到：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曾经领你从被奴役的埃及地出来，我以外不可以敬拜别的神明。接续的第2诫这样说道：不可为自己造任何偶像，也不可仿造天上、地上或是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，不可跪拜或侍奉任何偶像，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。我绝不容许跟我对立的神明，恨我的人，我要惩罚他们，甚至到3、4代的子孙。但爱我、遵守我命令的人，我要以慈爱待他们，甚至到1000代子孙。换个角度说，就是除了上帝以外，别无上帝，别无拯救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5节这样说道：我是上主，再没有别的，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。虽然你不认识我，我要赐给你力量。不但如此，新约也有这样的记载。使徒行传第4章12节，彼得的讲道当中也是这样说：拯救只有从他而来，因为天下人间，上帝并没有赐下任何的名，使我们能够借着他而得救。以赛亚先知的宣告，他说：我是上主，再没有别的，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。虽然你不认识我，我要赐给你力量。事实上，在前1章，先知以赛亚已经开始在铺陈了这样的一个主题。他说：上主说，听啊，我的仆人雅各的后裔，听啊，我的选民以色列的子孙，我是创造你的上主，从你出生我就帮助你，不要怕，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是我钟爱的选民。我要降甘霖给干渴的土地，要使沙漠永流清泉。我要赐力量给你的女儿，要赐福给你的子孙。他们要滋长像水边的青草，繁茂像河畔的杨柳。人人要说，我属于上主。他们要加入雅各的队伍，人人要在手臂上刺着上主的名号。我们要参加以色列的行列，因为上帝是唯一的上帝，因此就没有别的上帝，更没有别的拯救。就是先知以赛亚在此段经文教导的重点。除了上帝以外，这天下没有赐下任何的救恩。我们看看先知以利亚与巴力的祭司们，他们中间的战争。
那450位巴黎的先知虽然人数众多，但却没有办法胜过那势单力薄的以利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靠的山不同。450位靠着的是人手所雕刻的巴黎偶像，不但没有能力，更需要人来服侍扶持，又如同法老王前的术士们，他们与摩西所代表的上帝来对抗。变蛇他们也会，看起来似乎是势均力敌的，但是事实上却兵败如山倒。类似的情形就在十个灾难当中也同样的显露出来。我们看到法老王的心态，他就是以为自己所相信的偶像们能够胜过摩西那唯一的上帝，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摩西以及他的上帝，当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。唯一的上帝看起来是势单力薄，但却是唯一的上帝，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依靠。希伯来书这样说，唯一的上帝是伟大的拯救。希伯来书这样说，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坚守所听到的真理，免得被潮流冲走。天使所传给我们的信息已经证实多有效力，所有不遵从这信息的人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。既然这样，如果我们忽略这么伟大的拯救，怎么能够逃避惩罚呢？主本身首先宣告了这拯救，那些听见的人也已经向我们证实了。同时，上帝自己用异能、奇事和各样的神迹来加强他们的见证。他又按照自己的旨意，把圣灵的恩赐分给了我们。伟大的拯救的意思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唯一的拯救。希伯来书引用诗篇第8篇第4节到第5节的经文说道，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那将来的世界置于天使的管辖之下。相反的，正如圣经某处所说的，上帝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你使他一时比天使低微，你用荣耀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使他统辖万有。这里说上帝使人统辖万有，这明显是包括了一切。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见人统辖万有，我们倒是看见耶稣，他一时被置于比天使低微的地位上，好借着上帝的恩典为万人死。如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死的痛苦，而获得荣耀。尊贵的华冠所指的是上帝特殊的拯救，唯一的拯救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所赐下的。因为耶稣基督也这样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要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既然认识了我，也会认识我父亲的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认识他，而且
已经看见了他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到第7节，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。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，从遥远的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。我工作或休息，你都看见，你知道我所作所为，我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，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所能理解的。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？我到哪里去才能逃避你呢？我上了天，你一定在那里；我潜伏阴间，你也在那里。我纵使飞往日出的东方，或往西方的海极，你一定在那里带领我。你会在那里帮助我。我可以要求黑暗遮蔽我，我要求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。但对你来说，黑暗不算黑暗，黑夜跟白昼一样的光亮，黑夜跟光明都是一样。上帝啊，求你查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求你考验我，洞悉我的心思，求你看看我有没有狂妄的思想，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上帝是这么的爱我们世人，甚至愿意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拯救。感谢上帝这么爱我们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